你好，政府樣樣對福利 cut， 學生書簿津貼 cut 咗，公園照 CT cut， 派藥 cut， 樂悠咭補貼 cut。政府表明今次制定財政案係基於能者多付嘅原則，聽起嚟頗為合理。但係公務員明明嘅薪酬比國際可比高，呢個係有客觀嘅標準，而薪酬達到每月10萬蚊嘅，我諗都係叫做能者。但竟然沒有減薪嘅方案，原封不動，你叫點樣人哋會信服？與政府同埋社會共度時間，我建議月薪達到10萬蚊嘅公務員先減薪1成，以減民憤。基本減1成仍然遠遠未足夠。但係唔做一個好榜樣，能夠體恤民情嘅好政府，有難齊當，認真令人失望。